台湾在2005年建立超高龄的社会，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调查发现，讲65岁以上的时段，对嘴无牙比例是超过11%。大概咱国内有50万的老大人拢无喙齿。台北市的齿科工会是表示讲，南部的时段状况是比北部更愈严重，政府应该爱重视。丁阿伯是哪拍节奏，哪分口琴。伊讲，伫66岁迄当，顶排喙齿拢落了了，只好斗假喙齿，互伊咧分口琴的时阵，喙齿拢会去拍到假喙齿，分开是真无方便。66岁开始戴假牙，戴全部上面了，包括清洁、讲话各方面都不太习惯。尤其吹口琴更不习惯。另外一位90岁张阿嬷，伊讲伊一天洗3届喙齿，而且一届拢洗30分钟，互伊的喙齿到搭拢是真勇，补物件嘛真正常，食物件拢无啥物问题，身体自然是真健康。你一天洗喙齿洗几届？洗3届。阮两个后生吼，食物件平时食比我较少。蛀齿、无喙齿，食物件无方便，一直是台湾时代上大的困扰。根据卫福部的调查，65岁以上的时代无喙齿的比率有11%。以全国老人人口来算，等于国内有50万的老大人无喙齿。医生表示，为着要推动80岁老大人有20粒喙齿，齿科专联会有推动到厝服务。台北 CIS 工会的立场，就我们也是在积极配合台北市的卫生局，在推广。我们在整个大台北地区的医疗的环境是一个无障碍就医，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没办法出门的，只要符合规定，都可以透过我们全联会的申请来分配到宅医疗服务。医生表示，北部的时代较少有落喙齿的问题，会定时检查喙齿。不过中南部的时代落喙齿无正常清洁假喙齿的状况就较严重。齿科工会嘛鼓励齿科医生、医学院的学生会当利用hiệu率去偏乡看诊，提供服务，补充医疗的落差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